早茶愛早，愛早嘅兩三片啊！佢唔拉床啊！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大家準時收看《福喜來》嘅節目，我係鍾意權阿權妹。今日阿權妹都一片衝呀，廬山歌本大家聽好，也一段歌詞，相信大家都懂熟悉有聽過也首歌詞吼。唔過也下阿權妹係當緊張吼，數緊準喎，因為啲人順風嘅也為太牛啊，佢係馬上咯，佢係安利客家迷上嘅天后哦，家家來分享，哇呀，講出名來無人唔識佢嘅江元玉先生，分享先生。阿權妹你好，非常有福氣來嚟，我係江元玉，我係江元玉，非常歡喜到呢個節目嚟。好，當分享先生今日來到你節目當中吼，阿權妹剛剛還那個魯班面前弄大福，很好客氣，你唱得非常親切好。哎呦，什麼先生？古時候啊，先生今日來啊，係愛來同大家紹介呀，呢三個團今年的大型的新的節目哦，加個名嘅，動詞面哦，用嘅講咯，因為有兩隻數詞，你有聽過9槍18條，客家山歌有9強18條，唔過呢，廿擺名嘅係按照乜嘅喏？按到5強6條上岸江，冇錯。嘿，算了呀，5韓國呀6，係乜嘅意思啊？你講9強18條啊，就講你客家山歌非常嘅豐富嘛，哈。那5強6條，我想也做得代表講你嘅客家嘅語言，你客家話非常嘅多元啦，哈，5強6條，就係非常多嘅多元化，也做得講比較具體哈，就講目前你嘅客家在台灣啊，你客家大家已好熟嘅是按照這個武昌哈，四會太平安啊，韓國呢，因為有遷就嘅像南部咯、北部也有多少嘅無평樣，可能經過遷就嘅一種這個自然嘅演變啦，自然嘅變化以後啊，南部嘅客家話咯，北部嘅同樣嘅適應，但是呢也有程度嘅不同啊。意思咧無相同哦，所以你就按照尊重嘅無相同嘅部分，無相同嘅部分呢，也做得講係一種特殊嘅部分。所以禮拜啊，我哋客家山歌團哈，就係來表現啲特殊嘅部分。你按種非常嘅很吸引人的部分。係啊，我家下聽到我就知道，因為阿權妹我係冇啲廣告，我講試驗，我從細到大，我聽到嘅客家歌，全部就係從試驗嘅，我從來冇識聽過乜嘅南試驗嘅山歌，我冇聽過海陸嘅山歌，韓國唔是講嘅太普強嘅，韓國小頑強嘅，我全部都冇聽過其他強調嘅山歌。古時當天片咧係廿八啲台北咧體育場係6隊歌謠之一。我哋按照將6隊嘅歌謠按照10種將把佢變一種特色，即係講呢場地度呢特別的凸顯。5腔6調，就係講6隊嘅特殊，反應嘅特殊，冇就講你個強調嘅特殊。因為過去呢喺北部啊，大部分就係講像沈太跳啊，冇就講青島嘅小跳啊、桃花開啊、十連歌啊，其實呢喺6隊叫最青島嘅代表性嘅山歌，像長葉牌啊，長葉牌，對，半山腰啊，半山腰，聽話人講嘅太普跳啊，呢啲呢都係非常嘅有代表性嘅，南部嘅山歌，南部山歌，雖然呢下呢，台灣啊，即係講大家交流非常嘅密切嚇，唔過呢啲係人喺音樂從音樂表現呢一部分呢，嚟凸顯它嘅特色。古時我想來問一下先生，我用嘅
会凸显讲男性的其实，比如讲爱讲木卡，家里我们讲木卡，南部可能就会讲鹿卡。哎，就会安尼，嘿，用安尼的方式来然后去做一张明显的毛腔用嘛。也係20%，啊，聽下講嘢嗰個毛腔用，也係20%，人講講嘢，牛絲啊，像人講嘅鹿卡，啊，或者講像安尼講。種毛蟹啊，哈，種毛蟹，種毛蟹，其實就講到這個。苗啊苗，腦海，韓國老鼠，他們也是講老鼠，老鼠我們講老鼠。是，像按你老嘅習種來特殊來表現，安尼南部嘅綠地鄉親，那佢聽到會有一種非常嘅親切感。唔過也從喺啲7月31號啲台北嘅中山堂來演出，我當上喺啲喺做乜嘅為啲台北來表現下綠隊嘅歌謠。其實呢，在客家山歌團按多年來哈，除了講來分享人哋客家山歌之外，我哋也有一種嘅就像使命感安尼哈，即係講將傳統嘅山歌啊佢集中起來，保存去發展。很久以前我哋就有按呢個想法，就係講做一種像學術分類啊呢，其實呢，在多年前也做過了海陸豐嘅，在台北也係做，因為台北有青島嘅海陸嘅同條朋友啊，所以啊舉辦過了海陸豐啊，即係海陸豐歌謠節啊呢，但係今年呢就用綠隊，所以也係一種系列推出。剛剛講到有個海陸豐歌謠節，其實今年沒有呀海陸豐歌謠節啲活動來演出，錯冇？有呀。嘿，嗰時候我就想來聽看啊，所以我當只聽到西安嘅山歌，可能當到觀眾朋友未共樣，當到講海陸嘅人家都頭擺未衝，當只就衝到西安嘅山歌，所以一隻西安嘅山歌，我用嘅老幾變做海陸嘅山歌，做得前欣賞搞藝一下冇。像安尼有代表性嘅，就係講像安尼三大條，比如講有山歌子啊，在非常嘅親切，像像竹東山歌比賽，年年就有啲三大條嘅分組啊，所以對係西安腔，無論像我係西安可以講開了嘅，但是呢，從西安腔嘅山歌也非常嘅多嚇，係啊，那比如說比如講係。一片桐花一片情，你講西安有冇講？一片桐花一片情，好，考，讓我唱一下。好，我來唱西安，欣賞講來唱海陸。安尼哦，好，我唱困難，我唱困難。不能想來考你，如果考我安尼。好啊，好，我唱哦。一片柳來同那花。一片柳情哎，你做得冇？哦，唔係做代替咯，非常好。好，也係西安哦，謝謝老師，也係西安版本呢。嘅換咗海陸以後會變到用嘅咯。唔記得應該靠我。那一個我變成海陸，應該成日佢用海陸來念嗬，一片桐花一片情。剛開始試看下咧哈，別人講嘅從廬山過去哈，一片桐花一片情啊！哇，呀，這件同我頭擺彈過嗰種無共用嘅，一字形腔。對，或者你用三個字，一片柳同那花，一片柳情啊！試試看。哇，就像個花，你海陸講花，還有情，感情的情，海陸講情，故說呀上韻就會有些無共用。上韻無共用，
但是按你会不会较清后糖无？其实又不一定，某一天哦。用的讲咯，某一天。像呢，像安尼啲传统山歌，来讲伊用西腔来行腔，非常嘅非常合适哈。其实会弹起来非常好弹。来讲安尼用会六腔来挑战啊，那挑战呢？像台湾爱按你唱也是可以的哈。但是那一个非常好，爱像也每首歌做得做到安尼。哦，佢真件爱非常好，爱懂好，爱用嘅来做喏。我觉得用这个做衫裤的比喻好了嘛哈，即係講你有一兩衫本來嘅係一个西装，迄西装是邊度？你講愛嚟變背心做得冇？因為當然也做得哈，但是迄沒親講更漂亮，該就某一天唱嘛。我重新再個聽咗張講，哇，你好棒！超好，哎呀，這個重新來量身定做哈，對不對？像今日愛啲涼衫，來改變你做嘅不一定好看啊，還不如去買兩新嘅，重新來做個，非常嚟講兩嘢身材啊，對，量身定做。古時候家下對欣賞講嘅話，大家就做得小可嘅知道講，呀開了錢，或呀開了創嘅山歌係用嘅，用嘅真會好聽。先休息一下，等下再個同大家來分享哦。好，各位觀眾朋友，歡迎轉到福喜來嘅節目，我係綜藝群阿權妹，今日同大家紹介嘅海陸腔嘅山歌有按到乜嘅無腔用嘅素材。唔過今日先生有講到啊，愛老佢變到當好聽，愛老佢重新量身定做，要重新打造，真的用嘅量身打造咯，就有人慢慢看下欣賞。量身打造之後的山歌，海陸腔嘅山歌係上攞用嘅。像蘇絃愛有好嘅歌詞，後來呢就愛了佢讀到非常嘅順，韓國也作曲本身當然對你嘅曲調，對你嘅作曲的基本嘅一種功夫啦哈，都愛有嘅相對的條件哈，變講你來講調下你講一片桐花一片情，那。呀，我就用即興的創作，即興的，哇，好厲害哦！就把它然後編了一首新的，比如說一片桐花一片情，那我就會想用扮演也係一種情歌嘛，哈，那我來慢慢來唱出來，表達一種心情哈，一片桐花一片情思念阿妹，上山去夢。我做一種開始啊你。哇！我睇到欣賞唱嘅後堂都捱到起幾馬屁嘅呢。本來嚇到呀。就沒有是動感通，謝謝。動感通就會起，我聽到後堂嘅歌曲我就會起幾馬屁。安尼真嘅。實在非常感謝你起幾馬屁哈。嗰首動後堂呢，嗰首你剛才有談到就係吸煙唱到海陸，又唱到新創的山歌。其實新創，你講我係蠻創出來，係蠻創出來哈。可是你本來按你嘅一種題目，我希望呢在那年代呢，我就來創作這一首歌。哇，冇簡單哦！按你新嘅山歌，大家去看欣賞其他地方演出就會談到當到哦。韓國家下有講到亞創表演係啲竹東來演出。其實竹東係欣賞人嘅故鄉，錯冇？係啊，我係北部人，像竹東呢，即係我隔壁嘛，隔壁，所以呢隔壁鄰舍共有按親切，也係我故鄉我唔錯。跟住知道做到同親切嘅素材來演出啦，會有用嘅心情冇？
有青岛的感觉哈，比如讲你的回忆，回忆是非常美好的哈，所以有细细时节的回忆，所以像那场的我们就有童年梦哈，在那场的表演当中啊，就一个 part， 那童年梦都会让妈妈老声音向下唱，妈妈老人向下唱，我就讲有摇篮歌。就会非常轻松又温暖的一种歌诶，就像政府开感觉。对，当然嘅来宾啊，就会讲来谈嘅都也係鄉親咯，像係北部嘅鄉親啊，竹東嘅朋友啊，所以呢一種嘅音樂會可以講係非常親切、非常溫暖的感覺。呢啲竹東夜場係啲乜嘅時節嚟演出？呢一場呢，佢後背即係講11月12號，對，11月12號，呢係開始呢，啲北部鄉親啊、竹東嘅朋友啊，亦都就開始來期待咯。真嘅。對，而且呢，竹東嘅政工所亦非常嘅主動講，呢一場你來聽下來主辦，因為呢係為家鄉唱的。聽說係同盛大嘅發通哦。韓國家現場有講到啊，有媽媽同聲人嚟聽下來唱歌，嗰時候有隻表演嘅團體，聽講同到錯冇？團體主要係像誒三個團體主辦嚇，要邀請到新竹嘅主有混聲合唱團，韓國呢有北部嘅合唱團，北部國小的合唱團。因為呢兩隻團體呢，都會在全國嘅合唱比賽當中啊，拿到優勝，拿到第一名嘅團隊，用好的團隊唱好的歌充分你嘅所有希望你客家歌謠嘅朋友嚟欣賞。唔講係知道啊，其實唱歌，當然唱歌都會有自家嘅風格，你講自家嘅風格，嗰種自家嘅風格啦，配人嘅風格，按樣嚟合唱下，因為係聽講有呀團體同團體冇共樣嘅團體，其他都要共下來合作。是。從冇呀，係唔係同困難的一件事情啊？合作本身呢，也係非常很好的事情。當然。所以講藝藝三人拍唔到青島嘅朋友共同共襄盛舉，呢一種嘅概念係非常美好的。而且碩大便是美。對。但是呢，要共同的合作嘅時間呢，就係讓班人來取長補短啦，我就講共同來觀摩啊，我就講互相來交流對話，用呢係一種技術所以其實呢，就按多團嘅時間，就表示講嘅長體愛青苔，呢係大家人共同來那個來解決嘅問題。係啊，唱呀，愛要按太長體，愛融入按多年，係唔係當難前？挑片類型嘅長體，比如講愛加學教嘅長體啊，因為平常喺排練可能4-5小時就裝得落，但是呢超過100人的時候，哇，按多年，按多年所以呢個長體本身就係一種要解決嘅問題。韓國人有看到一個團體哦，是少女團嗎？我看到一個名誒，我知道很吸睛誒，吸睛哈，因為你本身就係講妹嘛哈，不好意思啊，少女我也是少女，是啊，看到少女團，那瑞清少女團，佢係在7月31日兩場因為呢在台北表演，嘅瑞清少女團呢，佢係也非常嘅優秀的一個團體，因為呢那個自肥陳瑞清老師呢，佢就會合唱界的常青樹，只要他帶出來的團隊，都會冠軍團隊，所以呢，我也想借用他們的好歌聲嚟唱呢個客家歌，最近佢哋啥剛好到俄羅斯去世界比賽，哇！嗰時候按到嘅團體、按腔嘅團體，愛來做下按太型嘅演出，大家愛好好來期待哦。韓國去年啊，其實線上因為當年都有動態型嘅演出，去年嘅演出很多嘛個名嘅。
去年的演出很多二胡且歌行，二胡且歌行。因为我合唱团啊，一路行來呢，就有25歲，所以二胡且歌行。鼓手啊，要二胡且歌行啊，也就節目哦，最近喺東盛大去去年辦的拍的發通，也係演出嚟看一看去年的樣片。好，刚刚聽到啊，就係南戲嘅呢歌謠啊，我都總腦海。鼓手啊，去年有總腦海，其實今年嘅表演未有總腦海哦。先休息一下，等下再個同大家講有乜嘅目標用哦。歡迎到福喜來嘅節目，我係總藝群阿球妹，家下有聽到嘅南戲嘅呢歌謠，我都總腦海。其實我家下想到唔係總腦海，係腦腦海，應該按用音唱爭錯。冇錯。好，鼓手先生也扮演腦腦海，同去年嘅腦腦海，家下人看到係去年嘅，有乜嘅冇共用？冇共用啊，而且表演嘅年檔也冇共用啊哈。韓國今年呢，在啲語言方面呢，我哋就更細緻啊，係啦講究啊，嚇，即係講也有唱到6隊嘅鄉親，係個像閩南嘅鄉親啊，都有我嘅團啊，彈嘅團員佢都在唱歌，現場啊，現場彈到冇標準嘅時間啦，就得嚟現場校正。有語言字頭都錯嘅。係啊，其實呢，愛保存也係古老加古老嘅語言哈，那保留它的原音，也不係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哈，所以我哋透過按你嘅即係台灣講，大家一起來共同的合作有嘛好處咧，就按你嘅好處，你老愛堂你將你會六年，你做得在會六呢方面來凸顯，係將你從6隊嘅歌有6隊嘅鄉親，或者你最後嘅一種意見，按你嘅學習非常好。哇，鼓手真係喺動態型嘅演出啊，就像啊，剛剛有講到嘅二胡且歌行啊，係因為欣賞家都成立25年了，鼓手將有嘅按態型嘅演出。韓國啊，其實佢從表演我知道阿球妹我嘅用時冇去看到董大嫂，但係也係我想去看有乜嘅方法冇？愛看的時間啊，且像喺看以前嘅，那一講針對二胡且歌行，我們去年也有留下來嘅，像錄影帶啊，錄音帶，像每一年我都係希望講，像這個經典的合唱曲哈，做得留下來分享請多年。哇，今日教師講我想愛買 DVD，我去哪邊買？安尼哦，偷偷講，等下我送俾你。同各位觀眾朋友分享，而且韓國好嘅熒幕，聽說我要買一來支持。有呀，且這個很多使用者有付到費用嘅時間，也對你嘅客家文化嘅一種推廣啊，也一種非常實在嘅支持哈。我們也有賣，像網絡上，像 Facebook 哈，做的請到我的來，對，台灣客家山歌團。如果你請唔到嘅時間，那切照嚟請我，請欣賞就錯誒。對，係給你一條非常方便嘅一種管道。購買的管道。
不错啊，要在台湾山歌团，去年是25年，今年是26年嘞，错吗？哇，要按同的时间，底都有那啥主要的成员，除了龚欣赏啊，还有吕锦明老师啊，还有那的成员都会同大家来收集。我团今年呢，就26年了，也开始创办的时间啊，创办的时间就李桂平老师啊，老我两啥是共同创办人啊，因为呢，我两啥个背景都差唔多啦，因为佢也係學校嘅先生，係音樂老師，我也係學校嘅音樂老師，我哋啥有共同嘅想法，就係講你客家音樂，在民族音樂呢方面，那係講你自家客家人無來用力哈，無來做呢工作，要聘人千難老唔攀得多，所以呢，基於此點，我哋啥了共同來創辦。當然不能只有2個人創嘛，所以邀請到嘅你客家鄉親有心嘅人，喜歡創你客家歌謠，對你客家歌嘅文化關心嘅團員，他們的加入一路行來。到目前為止，還有董事嘅一下創辦呢，還有好幾人。哇！對，其他都很新，越來越很多。韓國其實那個伊咧聰明上東後堂嘅佩書。黃佩書老師更是都非常難得哈。我記得佢來到客家山歌團嘅時間，那時候是他大學。大學，佢係非常一種對學術啊，對技術都非常嘅都認真嘅一位哈。千難得嘅客家嘅這個可以講是非常優秀的音樂家。真係韓國我知道佢做得唱傳統，又做得唱流行，佢去年發行嘅專輯咪係流行嘅客家歌，你知道多麼簡單嘅。所以佢係一種來講呢，在技術方面，在藝術方面，都係非常有累積，很紮實。你講非常實在哈，因為當時佢來嘅時間，到了團嘅時間，係一種非常年輕嘅哈，非常年輕嘅像大學生，所以佢把佢學校嘅就是音樂系底度嘅一種基礎，然後呢來為了客家嘅音樂嗬，嚟做研究來，所以非常有心得。多麼簡單。係啊，除此以外呢，像也有青島嘅好的歌手哈，像男高音歌唱申部長就是陳詩貴，韓國像一位女中音像吳全雲，大家都可以來你客家天師非常熟嘅。專業嘅欣賞。對，今年呢，我記得參與北藝大嘅相似的演出，這些好手們呐，都去支援演出。真嘅，要做動態型嘅音樂劇，真嘅歌舞劇。對，我做要做真嘅冇簡單呢。當然佢係北藝大的哈呈現，但是我客家山歌團就非常榮幸呢，被他邀請，就是很多支援演出。我想這個就是一種調下講來共同去成就一種非常好的事情。當你分開來，大家沒有辦法達到，但是加起來呢，就是1+1超過1。對，所以呢，像我哋啥是合唱團，然後佢就幫忙唱合唱的部分，韓國有4-5位的成員啦，哈，就老給擔任主要的演員。哇，好像呢，家看到了很多產官學3個方面。就是說，對，所以我團員係按你講，就係講，你呢，這個突破自我的局限，去成就一件美事，也係你客家人非常需要的力量。我們客家的人才很多，你客家的文化的元素非常的豐富，對，那不能再單打獨鬥，可以用一種合作的概念，成就一件美事，一件一件的美事。哇，欣賞嘅理念真係動好，韓國做嘅多事情，看佢幾無限嘅。當然有一種動態型嘅演出，韓國又有相思結束以後，今年又有五腔六調上岸獎，按到嘅發通，其實韓系嘅動所彩來演出。
国内、国外全部就有。韩国韩卡无限的迄个今年爱出专辑的，系无先生？我们爱哈创团呢，两下嘿，那反走过必留痕迹。以前呢，很多时候都很理想，说啊唱得不够好啊，明年再录。后来呢，我们两下就更加的积极一点，所以讲就是每一年都有一种目标啊，我们把后嘅愿望呢，不管我们尽力而为创到最後留下來不但將係自己做一個資料，同時呢有青島嘅團體做得大家的分享啊，當樂譜也有了，這個錄音帶也有，大家要做一種觀摩分享都非常方便。像這個五腔六調，我們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團，係6隊嘅歌謠班，哈，那他們是6隊歌謠班，表示講嘅青島6隊嘅鄉親啦，他們亞從也係一個協辦的單位，協演的單位，大家共同的演出。對，那我們的這個導演哈，還要針對按多嘅團體哈，用大家共下演出來時間，這個用滿一個編排，對，一個團的特色，2個團的特色，全所有嘅演出，這個整體的特色，所以我們也考導演。嘿，對，古時候要6隊歌謠之夜，再個同大家講一擺演出時間係乜嘅時間？係7月31號安布時嘅7點半。嘿，假使我愛付門票錢冇？這一場係這個不用買票。可是票快要沒有了，因為一定要憑票入場哈，因為呢中山堂佢後邊係這個國家級的嘅場館，所以佢嘅這個管理嘅辦法非常嘅嚴格咯，所以希望講在佢嘅非常嚴格嘅一種管理呢，能夠俾呢個這個喜歡音樂的人呢，做得一種非常嘅質感。非常享受嘅一種場館，所以我們在啲亞拉那個鄉親講，都是你要去嚟鎖票哈，一定要有憑票入場啊你。哦，嗰陣我聽下聽錯，我記得咯，夾去鎖票吼，安尼7月31號就做嚟啲台北中山堂去看欣賞其他的精彩嘅表演咯。希望大家喺收看休息一下，等下你來好好運動哦。